台顶台卡上百位贵宾斗阵将手中的纸飞机牵出去，相当壮观。这次展览以艺术是自由的力量做主题，展出来自台湾和日本的200多件作品。艺术家拢是心智障碍者。其实大家对心智障碍者有些会很有误解，认为说他们可能什么都不会啊。可是其实他们的艺术天分是很好的，因为他们完全就是发自内心。我们就讲他们是原生艺术家，透过他们的创作来去了解到我们的智能障碍者，他们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地方，非常好一个智慧的一个艺术表现。那借由这样的艺术表现，去反思他们在社会上的一些状况。展景内面的作品多元佮丰富，包含画图、雕塑、陶艺、复合媒材等等。心智障碍者无法度表达家己，只会通透过艺术创作传达情绪，甲社会交流，自由的展现心灵。朱天同家族要结婚了，就是这2只。他会把他觉得昆虫与我们人类的日常结合在一起，比如说昆虫会结婚，昆虫会开住户大会之类的。它呈现的方式都是会用圈圈的方式来画图这件事，让他可以平常的生活，他的情绪也很稳定，然后很开心。展览伫台南美术馆展出长达3个月，馆方希望透过甲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合作，除了互更较侪人认捌这群特别艺术家，同时实现文化平权的理念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